水呢行滚了，啊放个半分钟、1分钟起来，溶药会倒去水内底，吼，啊无你就是用柠檬落去，吼，啊无就是有一种环保清洁剂，拢是海水、椰子、柠檬做，你就落进面洗洗，伊会去溶药，吼。啊，红色就是红菜头，对心中你把听了诶。那咱指导先生有解放有甲咱教，讲你若要青春永驻，要重心就是爱逐工食番茄、汤仔豆，爱食人也酒，吼爱食吼，加下来，吼，迄个汤仔豆呢，罐头饮料汤仔豆人敢食人也酒，罐头诶。哎，大家唔敢食，为什么呢？因为咱汤仔豆啊，吃2、3天，会冰箱搁摕出来酸酸，但是汤仔豆的罐头会当保存1年，内底毋甲防腐剂、色素甲盐分毋知摕偌济，所以咱过天个，你身体若要用，你毋通去买一寡罐头转来食，就是伊防腐剂真济啊，了解无？你食新鲜的，吼，啊你若是汤仔豆用豆包罗刹，用豆腐罗刹，就是会当治癌症，伊有茄红素。所以咱食菜就好诶，会当吼，即健康啊，就是这原因，汤仔豆即健康诶。啊，乌色诶，就是海苔花菜，啊，讲乌毛乌豆吼。咱办年头章诶人请也酒，年头章，哦，因为侪人年头章开起来。农民讲伊讲年头章会头壳疼、目睭疼，会洗油脂，较会拄标，会迄落糖尿病。伊讲呢。咱逐工都大病，一针看几落会脑，甲年头章有关的。所以，今天今日要甲大家来自然的年头章。你若逐工食乌麻、乌豆、麦仔粉、七宝粉，食半年到1半以上就会好呀。阮妈妈食2年，伊本来是中风80岁，80岁哦，全部白哦。啊，伊即摆吼食2年落来吼，2/3头章拢好起来。啊，我即摆就是。桌仔顶头摕一个镜啊，伊即摆用伊拢照镜，啊即摆看到只有白头章，伊就掠扭，掠扭。我讲妈妈，之前你头章全部白，啊好佳哉，你即摆乌足济啊，啊我目睭甲眉头章都短去啊，我妈爱死哦。啊即摆吼豆腐哦，食甲吼，敢若7岁囡仔豆腐，因为我透早呢定时间一定爱食7宝粉，吼，啊7宝粉食完有40种营养，一工营养就有够啊。那么呢，10点到12点一定爱食1杯柠檬甲梅啊，逐工招，无食袂使哦。我讲妈妈你也食，我要带你来看医生注射，啊食药啊，伊听有看医生啊，开这个钱的，啊搁爱食药足好的，啊所以食柠檬你当做讲比食药较好。啊呢下晡4点至5点，我拢有食精力汤、香蕉、黄来、红果哦，啊搁呢就是瓜子果哦，啊地瓜叶，啊搁呢明绿叶，因为妈妈有口味啊，我甲加明绿叶，因为即摆有一个罗青因妈妈口味啊200哦，逐工有食明绿叶，食这3标准甜哦，标准的吼口味啊人无去啊，所以呢中昼到暗时食偌济拢袂要紧，啊所以第3杯上重要，7宝粉1杯透早，10点至12点柠檬1杯一定爱啉的，逐工爱啉的，咱当做食药啊共款。哦，第3杯就是水果，哦，食精力汤，食水果比较饭，甲食菜更较营养。所以呢，阮妈妈足乖，就听我的话。迄泡芙，敢若7岁囡仔的泡芙，我听阿嫂哦，母亲节回来，大家人问泡芙，哇，这水的哦，啊，条啊，就最近英文啊，日头足大，我拢一间去弄，去叫人出来练，来诵经嘛，啊，对个，所以我拍好去，了解，这是哦。为多打拼是上价值的。我也想到阮妈妈吼，迄阵第2届中央伫医院内底受苦受难，我就想讲，我老大老妹，我嘛要拍拼来给较侪人，互阮妈妈消灾回民用袂用出。我就是要证明讲吼，咱这都是真理是真，天理是真的，就是自然生活拢会互我的吼。所以呢，吼，咱若有功德，培养吼，医生会入中，伊就政府就甲伊斗牌啦，就当健康出吼。啊，所以呢，吼。咱这个吼，爱认真食7宝粉，咱身体也用的吼。啊，毋通念后早，千万袂使念，你念吼，你的头壳就会干疼，啊，身体就无好吼。啊呢，咱讲吼，鱼仔袂使食，鱼仔是所有食物内底上毒的，因为呢，咱发觉讲吼，会讲吼，内底100公斤的达瑞是67毫克的嘌呤，那么鲍鱼是117，那么鱼仔是186至3000毫克，
所以我去配合演讲，因遐有人结婚，去请人食喜酒，就是食海产，结果有40几个去交病房度蜜月。伊咧配合你饲鱼伊拢有演一句一句的，一句一句，敢若鱼共款鱼掠上来爱用看爱甲饲，爱甲注射。我有一个朋友本来做食鱼做一下我甲来开的时阵，看内底做一个白色的白色的汤用熟，伊就惊伊唔敢食。我第二日老板换另外一尾鱼转来，我甲看开，迄白色的迄个汤济，伊个食唔敢食。另外一个大头家因无爱食鱼食者红棍去插落一个鱼骨，插落鱼骨了呢，去医院讲破验。就甲照胃镜甲披露了即个胃镜要飞出来了人咧规人喷出去，人飘去，为了一个鱼骨，所以也是爱食鱼甲爱食动物的肉，动物拢会出名。所以呢，我去中华演讲，有一个伊就是温馨不但规4间初的餐厅，伊就听有一个故事，讲原因有一个去做迄个鹅肉。鹅台语要安怎讲？蚵伊一个5个岁一工起码卖千几只伊起几就冻死人囝结果有一个工人呢受伤，伊就染着黄色葡萄球菌细菌，结果伊呢继续伫遐工作，结果呢千几只的鹅人拢中毒，做侪人袂转去食，人中毒，人去甲告，法院甲告，迄几落冻老厝落到背，还佫掠去关。所以呢，伊就惊，赶快去4间初的餐厅拢收起来，换一间素食餐厅。所以我奉劝讲，如果也是有亲戚朋友有做产业的头路，爱紧想办法改业，无会出艰苦、出可怜的。中学的爸爸较早就是卖猪肉10年，卖10年呢，伊就是看病3个月，我就落眠床，我伫妈祖面头前祈祷，我讲我。较少年，阮爸爸年岁济换我来该负责啦我讲我来担。结果呢，阮爸爸就身健康我看病10年，子宫生瘤，69年开一解刀，结果71年，结果生一解，就躺10年，躺20几公分大，了后知影这是孽障病，就进来的时阵走诊所迄个肺敢若海龟共款，迄个肺安尼拢做垃圾就对逐工就足感恩的，感恩我就是看病，才知影众生的病好伫倒。所以呢，迄阵病足严重的时阵呢，小阿妈甲老母呢见大病院。我讲呢我发一个愿，我发一大愿，我要转去金门保养，我要去度尽所有的金门人，无呢。我要来带这病来落地结果我这原了我就去马来西亚开阮明仔载要出国因为飞机票当时退了我唔知。迄阵病严重的时阵1个月爱倒去眠床10天，结果明仔载要出国耳已经开始要倒10天的第1天了就帮去转哥哥来求老母啉的茶花啉。我有一个心愿。我就是无论安怎，就是我原要出去国外行者。我啉老母娘的敬茶了后，我甲老母娘讲我要死去国外，我要为道而死，安尼有赞赞。结果结果出国了后呢，拢无破病，搁做发挥服务所所长，老师来学我讲，这班志气上好诶。人去爬山，我带人去爬山。阮半年前走一间便所，迄肺爱用病，结果无2点钟走一间便所，搁一输肺尔。所以各位先贤，只要咱的身躯上体用，咱身躯就健康。所以为啥我身躯咧艰苦的时阵，担了心重的时阵，我就会祈祷。我讲希望呢，我做功德，用我身躯就种，用阮爸母的身躯就种。互我拍拼来做功德，你莫互阮欠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呢，我甲阮老爸老母讲，我讲你这世人生着我你有靠山。我讲你免烦恼我唔敢嫁，因为惊爸母会做去食我讲有我，你就免烦恼阮妈妈中风的时阵
脾气较歹，伊爱洗过爱清气的人吼，拢爱来互七骹床安怎伊就无欢喜，就是心情歹。无大细声大了，我的老无请着我甲顾两个月，我妈妈较大哭，我甲抱手互闹着。我讲妈妈，我是生日入来呢，你对我讲的毋通大声哦，我以后当面歹算小哦。嘿，我妈妈讲你是生日，我是生日哦，妈妈我是生日呢，你对我讲话爱较细声哦，安尼知无吼？所以对于这个哦，生母无是爱甲爸母塞奶者哦，安尼嘛袂歹，你知无吼？我讲我互你做靠山，伊嘛会欢喜，你知影吼？所以哦，爸母就是爱咱甲塞奶啦吼。所以呢吼，我迄阵哦去国外转来，就准备讲即声也无开倒袂使，因为规身躯皮拼啊咧完啊，上次剩3.8啊。但是你煮的时阵哦，规身躯拢起深哦，拢哦，安尼哦，血管拢安尼过敏哦，规个医生讲足危险的，有影人注意哦，煮甲挑衅的。我呢一直用3个伊袂连米就真紧啊，会记的。去病院哦，一定面床哦，一定爱放米就真紧，随时爱连，就学乖。结果呢，然后一直等哦，煮2500cc，明仔载要开刀啊，我甲医生讲吼，我紧张要提掉，因为我吼也无提掉，会阁生第2届、第3届、第4届，我哪有遐命人伫遐陪伫遐开刀？医生讲我少年唔答应，我讲我一定爱提掉。但是呢，要开刀真正呢，我嘛足艰苦的，因为我头一届开刀身体就已经害一半，就健康失去一半。我要开刀呢，第2届我嘛足惊吼，趁我无抵抗力的时阵，偌注射做咯，迄业种的趁咱无知识的、无知觉的时阵，惊甲人扭伊啦。所以讲要开刀我嘛足忏悔，我就去暗地甲我的主中忏悔啊。我讲主中，也是咧，我即世人无辛苦吼，我明仔载一定要去摕掉，因为我要留这有路用的身躯，我要来代替宣传，我造化众生，希望你会当原谅我。我就开始放声大哭，我讲老师慈悲啊，你讲道理有苦爱甲你讲，我明仔载我要开刀，我要动个大手术，我无法度把握，毋知有法度度过这结束。明仔载到底是死还是死？老师啊，我无法度把握。我希望我的愿望会了，我袂去跟你提阮倒啦。老师慈悲，你一定爱帮帮我，一定爱甲我讲。老师啊，你讲道理有痛苦爱甲伊讲，明仔载是我上要痛苦的日子，请老师你一定爱陪伴伫我的边啊，毋让我受痛苦、受艰苦。各位弟兄，咱拢足辛苦，咱有老母有自己钱，有老师来靠。但是呢，外口的众生伫医院内底受苦受难，伊拢毋知要找啥来保庇。所以呢，我一直哭，老师，我即摆头早穿这白衣的病人的衫，我头早去山顶，我嘛迷茫的坐山，四个山顶我也毋知，要叫我开刀我嘛惊。老师你一定爱保庇，会当搁互我活一届，搁互我活一届。我绝对，我这肉体，我就是要上天的，我绝对咧爱拍拼为道医生。所以讲完了后，叫恁到要开刀的时阵，心肝嘛足惊的，无惨。结果你看手术房的时阵，迄护士讲，顶头都闭完，你即摆排第2个迄柜啊，一个还袂清好，你伫边仔等。迄手术台敢若是你抬脚的所在。足可怜的，我等要抬外你啦。注射会惊的，有感觉无？无估计啊。开好出来，伫个交病房2点钟，医生护士在我两包。你是用伤口会掉？我伤口伫倒，我毋知影。足奥妙，各位弟兄，可能老师有听着，知影这道理行去，所以拢无我听。我来到病房的时候，佫袂听。护士讲，你也听，一定爱注指定。隔壁床底伫交病房，甲我共款，伊就煮嘛比较紧来，到病房佫哀叫，甲我共款手中摕了，伊佫一直哀，护士讲爱超过4点钟才当处理得。第2天透早，我就家己落眠床去便所，护士带者讲你哪厉害，迄
休困3礼拜就讲去上班，趁钱饲爸母。各位姐妹，咱是实在幸福啊，囝，你知哦？咱实在是足幸福的，你知哦？咱实在是哦，有够好的，咱行求在做哦，这个生活足滋味的，拢袂互人有差错，绝对呢，互人平安过关啊。所以后来定定讲我多天地天天天拢无怀疑啊，迄老师生活拢你甲有保庇，啊，咱来时时教阮啊，咱下无咱去做啊。所以哦，前休困咱身体调养差不多啊，我就开始去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越南、大陆、香港、澳门去4个港口，啊，就开始转去金门开门啦。啊，就去看，即摆金门遐虽然较寒慢，吼，去一间学堂无半工哦，去共借1个月地，啊无半工哦，一个月花仔25万，啊年时甲起6年起吼1300几万，也起好个啊。所以过一个欢迎过一个来金门哦，来遐住，老师讲话来讲，遐是老母的厝，老母厝有当做各位老母的囝有当去住，所以咧，像我即摆是金门哦，前6年专心趁钱起运动，啊伫遐度我众生6年，啊加有度1600几个啊，所以过一个。咱若有迄个官要拔出去，上紧就铺路咱行。中华公要去每个学校甲升级循环来走，都专进入26个学校大专的，我就去国校啊、国小、国中、高中去23个学校啊，剩3个学校啊无挂时间去教。所以呢，我有做7个校长督导啊，搁管理我督导啊，搁咱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总共60几个，我已经做12个督导啊，搁足侪老师督导啊，搁足侪呢小朋友甲老的，大人囡仔足侪人督导的，就有啥掠工，讲可能是就有发现外，就是要导致所有金门人，所以一定有领领旗啊领出去，诸天协助开路，所以各个大庙、各个细景的庙，统嚟讲。所有的庙拢咧做道，所以各位姐妹，咱若去坐去办道，一定爱去乱人先拜拜。用安尼，拢到每一个道场，拢爱讲5分钟来度人，安怎度人呢？第一，你要甲伊熟悉者，你是毋是爱了解伊的贵姓？比如讲伊是张，张小姐你好，你就爱看伊面相啊。度人5分钟就爱度人呢，莫超过5分钟，安尼你就是老师的好徒弟啊。学校拢是5分钟度来的，就是呢。如果伊也年纪足长的就是耳朵很软，心地足善良、足特别的、足福报，安了解无？但是伊字啊有当面袂使讲的牙口、耳朵也足悬的就是呢，困倒落顶了做过年糕，见做过回收，就有智慧的。听有这话伊也无来收银外求讲也袂使，如果伊呢鼻啊足悬呢，就是折善固执，如果是猪宝宝、大门牙，就是足善良、足可怜的，如果慈眉善目、足爱笑的人呢，人缘也好，慧眼就会好，所以呢，你要度人呢，第二个就是爱了解伊的画像先来照，爱知伊做啥物行业，伊也是做老师，讲你足伟大教这个囡仔你足无简单的牺牲奉献。伊也是做菜的，你讲你是老实人，踏踏实地；是做工的，就是会当食苦，是做生意人讲种物件好生生意件歹生，有无？你口才就好，你爱来就做工事，所以呢，你爱问伊讲，你有较久来去庙的拜拜。如果伊较有较久来去庙拜拜，就知影伊信心宗教。你就爱对正伊的啥物宗教，像足侪有教的你讲甲你恭喜你就是头前有连咩侪金所以观音祖才会带你来学观音妈的第3步所以呢如果伊也是基督教，你爱问讲，咱们是伊基督教，你知无？伊也答袂出来，你就爱甲开发，先叫做信的，了解无？过来呢伊啥物行业也是设施呢？先卖会记爱叫伊布施一寡钱去应征找营销站，有一摆倒下去办活动，倒落一个
我大家一直在讲，讲啊听，我是讲我都无同感，我哪一直大家听，一直我凊彩以后安尼搁伫听。我问伊讲，恁阿姨做啥物行诶？伊讲伊做迄个时尚便当，伊迄水准电动车诶啊。我讲啊，你阿甲你是善良诶人，袂使做这个杀业，爱做正业，我会稳诶无吼。啊，我讲转去吼，想讲改业，我无艰苦呢，我每大家讲几下呢。我咧困的时阵，我讲老师慈悲啊，我饲伊毋惊饲你倒即个杀生的啊我讲要怎？老师慈悲讲袂要紧啊，道理慈悲，道理你吼，较感恩的较忏悔，老师就会解决吼。所以过一年，咱来咧修道办道当中吼，正经老师讲吼，随时拢伫咱的边仔呢，迄是咱拢爱用心情来体悟吼，来感恩。正经吼，要道人吼，会使讲起来吼，下流。对啊，本来想讲吼，我妈妈第二届中法官讲要读500个半年，当时要叫读，甲电人书讲，电人书叫我想讲要来去社区吼，要来用7个月要用上经的，因为叫我就去阮成立一个读经学会，馆长是李市长，有6个校长发起，搁老师，搁我，搁50个发起，向我是第一届应选做理事长，我就用这个读经学会的名，去社区去办活动，办活动的时阵呢，我就一间一间放上，讲阮读经学会来到咱村头要来上经，希望呢大家来上经回向我中文，今即个中文阿苹果是回向我祖先，子女子孙。咱有教花海草，搁有送手挂包，搁有送冰册，搁送苹果，搁咧每一个人呢来拢请伊食素食的，结果呢每一场足感动的，迄个法主公庙到第93回迄个神明伊中风因查某囝因为你甲拄来，伊看到关佛祖，阮请关佛祖甲3巴顶面是有等，伊看到佛祖尔关佛祖养老使。伊讲伊等即工等足久诶，我乌里散讲恁即挂人就有定定诶钓鱼一届有法度度85个人一届就度，一届度85个有咧就度，因为搁说落去讲囡仔讲请问恁是毋是天顶佛祖派来？无奈互阮遐尼快乐，迄囡仔要带囡仔来就度啦。会使讲起来讲人有善念，天地从之啊！你有这个善愿你上天就助你啊！所以各位姐妹，咱要长伙是要身体健康，爱是自咱家己啊。咱如果拍拼有多拍拼，较过来回答来，人讲伊天堂不倒，就是入佛堂啊。咱天堂咱佛堂就是上天的意义，就是会当咱消灾上济的所在。所以，咱要较过来带亲戚朋友来佛堂听道理，来听道理，会当增加智慧，会当消灾。所以每一个人拢爱拍拼来为道来拍拼。咱即世人爱一世修一世行啊。所以咱即世人来拍拼上天会甲咱会保庇搁较好势。所以即摆去迄间佛堂，虽然遮地面才40-60平，足细间的。但是即我发个愿啊，讲要来找一个地，叫馆长馆长有来布施，要来起一个空子庙，空子讲的庙，顶头才盖楼呢，互大家会当来会当来学道的好所在。所以呢咱每一个人发这图案出来因讲起来用太阳天，台湾我全部嘛咧台结果太阳天迄天我办42个剧组。迄乌里